乜着數啦嚇！呢個波就如果遠處跑高啲咧，就嚟啦，優勢好啲啊！再嚟扯埋咗個線咁有啦，搞掂係咪啊？呢位冇啦，呢啲俾佢頂到就多數叫。再彈到上嚟，盧卡斯嗱，好好嘅機會嚟㗎啦，揼到埋嚟左腳有啦。咁啊，其實就好輕鬆嘅啫。呢度追翻嚟咧，就係左右中堅嘅美華沙同莫雷拉，咁正中嘅中堅安素咧，正就係因為呀再過到㗎啦，但係都仲有好多好球員喺度照咗嗰傳中，盧卡斯啦，入波就係翻來咁啦，連過幾關之後一個左路嘅傳中嚇，盧卡斯嚟到食住個身位先，左腳扯埋嚟，太甜啦有冇啊？嗱呢個波，哎呀，主審仲有機會射咁樣嘅喎，哇！又俾佢攞得分，馬加雷拿落底傳中俾朱雲先，盧卡斯嘅頭槌喺度，加時1-0，盧卡斯。好啦，連續啦嘛，一個直線搶前，去到嘛，對住路路過，完全封晒嘉豪嘅射門路線，心口射翻嘉豪過得靚，再咗個傳中質素好㗎，盧卡斯，李家豪今季第10個助攻，前場就不過藍色就翻嚟真係翻得好快，但係都俾到伊高嘅，點部署咧埋到去又係盧卡斯，大埔嘅救世主啦可以話。呢個時候反而有啲嗱呢度盧卡斯入埋嚟得唔得先？搞掂啦！上身啦，嚟啦，盧卡斯，哎呀，跣腳控友，起身都攞到左腳射埋，有喎，竟然入咗呢個波，廢柴係完。呢度唔夠力啊，可以敗啦！盧卡斯搭咗到個波，長驅直進，望住佢，搞得掂啊！呢個反客為主嘅感覺啊！二高開到埋嚟，噏中咗又敗，領先到2-0，又係佢盧卡。掛住你，但係呢個波俾個高波過嚟，都頂到啊！盧卡斯真係好嘢，冇啊！你見咧翻出嚟，出立華咪定高波過嚟，冇咯。菲立就真係升得高過李可，一個插花再落去嘅時間，余佩就鏟個波呢邊再入埋，真定假？地俾出嚟入埋啊！哇！盧卡斯話：喂，真係請飲茶啦呢次。但係就咁燙高個波出嚟啊！菲利回後嘛，有冇啊？有啦！車身過嚟，都俾得翻馬卡雷拿喎，佢又諗住撥順右腳啦，俾你啦盧卡斯1-0，關鍵先生盧卡斯。好啦，呢邊伊高要有啲傳中波啦，多啲靚啊！出到頂到有啦，真係要多啲傳中波啦！呢啲啦，咁啊中間乜鬼嘢啊？伊高俾咗俾盧卡斯，控到落嚟，越推越入中間，越推越入，等你跌晒落地先射。陰公啦！傳波入嚟得住，小心啊！過咗有冇有啦？呢個就真係新型贏你，呢啲就係簡單直接大波。啲人走啦！哎呀，弊啦！唔係哦，咪小心小心小心！黑龍波咁樣嘅，黑龍波點都嚟得啦！咁樣嘅。而家大埔咧就將伊高調咗去左邊，馬卡雷拿入咗中間，望到埋嚟挑射，盧卡斯望到挑射，呢一刻係啊，即中攻嘅。
OK 嘅攞住，面對住阿大媽急翻出嚟，盧卡斯有冇機會啊？入到禁區裏面起到腳㗎，咁樣就有啦，2-0，嚇嚇你喎真係。好啊，呢邊睇下點樣搞咯噃，頂唔頂到啊？好靚啊，盧卡斯！突擊啦，盧卡斯4個喺晒度㗎啦，直接拖落去，應該又再有冇機會咧？依江山好越位嘅啲球啊嘛，亦都大個打晒隻隊身林浩希，爆翻添啦！經神朱偉斌賽後採訪都話好開心，因為由細識個球員，我第一次入去波嘅啫。馬卡雷納入腳添，食埋波啦！馬卡雷納入緊中間短暫有個2到3，李樂軒都上緊嚟，李樂軒送翻盧卡斯，呢度佢俾馬卡雷納，馬卡雷納控制2-4。繼續都係舉起右手，斬埋嚟，呢邊攻到門嘅盧卡斯啊，應該就係艾力斯破。監之團，哇玩到咁啊喂，仲出到啊真係，就個波，盧卡斯，盧卡斯，哎呀，咁樣交俾人啊，盧卡斯話 ，thank you，得嘅。47分，好啦，講翻呢個角球先，有定到喎。我哋掉交嘅球掉好少少啊，師兄。好啦，盧卡斯俾佢右邊，佢甩咗，好啦，盧卡斯坐咗木舟，用個體型壓過佢，左腳射埋去，撳死咗，可惜啊！都又係唔去嘅，係因為啲草場嗰啲人，哇，好啩！啱啦，有冇機會執雞馬卡雷啦？咧就曾經揾佢傾過，呢度個名字得到個波，華偉迪拖到過嚟，魯冠明，俾到過嚟華偉迪，再過頭波，盧卡斯會啊！最好抌多啲長波上嚟，咁我一頂翻轉頭咧就可以打呢啲反擊啦。盧卡斯入你嚟啦，哇過埋，右腳錯埋，哇入中柱，玻璃射門過唔到馬高斯山道士啊！咁啊加維都唔係好使喐添啊，直情。盧卡斯再大俾伊高，就困難程度又高啲噶啦。呢度斯卡達利爾1敵2就過唔到馬卡雷納，再彈上嚟俾盧卡斯，哇輕輕一撮瀟灑呢下過埋添啊！嗱翻另一掹噶啦，手腳並用之下都停唔晒。分到過去俾伊高，韋柏馬查到升埋嚟，好啦，頭槌點樣追佢先啊？咁啊，加比爾呢邊睇下打唔打到個反擊先，射波扯靚㗎啦！啊呢邊啊，直接俾到上嚟，盧卡斯大隻佬落底線位，好好先，諗住掉上嚟，回到俾菲廉㗎啦，打橫逼。本身裏先最簡單的點。盧卡斯停得到個波，菲廉從後支援㗎啦。最右邊嘉豪亦都上緊去，佢就選擇黃家豪嗰邊。
卡斯咁佢頂攞落嚟，左腳自己射埋，哇！就叫二疏球啊！而家因為始終都係領先緊隻球，呢邊直接扯入去有啦，前柱控落嚟，盧卡斯後腳飛廉出，哎呀！睇出嚟啦，尼高拉斯左腳吊埋嚟，前邊都係盧卡斯啊，轉到身交翻嚟右邊俾佢嘅拍檔馬卡。暫時睇咧，似乎尼高拉斯係踢個左閘嘅位置啊嚇，咁啊韋法頓就移翻去中間，咁啊到國餘就好似推前咗一格到啊。好，尼高拉斯俾翻前面盧卡斯，嗰兩個話攞翻去中間，應該搏到快。係啊，控到落嚟，得住你先。嘉豪後邊好分叻，唔俾自己推埋去，再轉個左邊。依個唔係星期日啦。咁佢哋個球迷會咧，佢哋有個即係攞飛嘅制度啊嘛，即係俾咗錢啊嘛。咁如果哇睇呢球波先，哇！我哋係中邊嘅位置，打翻過嚟，啲嚟啊，盧卡斯，自己嚟啊！呢陣入去禁區裏邊就一跌啱俾2-0走，盧卡斯鋪翻定先，俾你高就一位嘅呢，再俾咗過嚟，嘉豪接得到。冇個叻㗎啦，幫呢高手，再埋到嚟，盧卡斯頂得到，情況啦咁樣。馬加雷啦，推到埋嚟，盧卡斯做翻俾馬加雷啦，將個波不斷喺高空猜嚟猜去，係啦。終於落到地啦，盧卡斯成功將。咁啊，中間攞咗個波，馬加雷拿想第一下咧，想攞多一腳咧就俾人攞咗話。盧卡斯動作好似快翻啲喎嚇。邊就睇到大埔再弟子啊，應該就準備換第二個。嗱，我哋嘅睇翻場波先啦，盧卡斯嗱出力散咗啊，就唔會影響到賽事啦，啱唔啱？冇錯，呢個賽期都好頻密㗎啦。呢度大埔打到個快嘅係盧卡斯，一下有啲2-1過晒，咁啊再俾佢嚟，唔係第一時間呢邊出翻過嚟中間位置，盧卡斯攬實，換咗個波先，兩個埋嚟夾住佢啊，有啲麻煩啦。哇！呢邊都可以啊，大家鬥攞50-50攞得到盧卡斯，執翻個位先，右手邊李嘉豪上緊嚟，可以選擇俾佢，唔係喎呢邊依，我呢下都唔得喎，着翻呢下又係曳喎，得，係喎，兩個真係龍海興比場啦，東方對冠忠林高嗰場咧就好海奇啊，去到咧11月嘅23號踢。一路捉住，喺度撞佢跌，好核突啊！呢下動作，咁啊球證嘉榮，上次嚟到北區運動場就俾阿朱偉軍入咗球啦。咁朱偉軍賽後受訪都話好開心，因為由細識咗嘉榮咁耐，第一次入。放到上嚟，尼高拉斯左腳俾地波俾得到喎，盧卡斯孭住㗎啦已經，放到入嚟俾隻高。繼續啦，唔好理，大埔攞翻個波，側上嚟空晒，盧卡斯自己嚟啦，抽埋去，係啦，唔好放到過嚟，盧卡斯同韋利安哨下啦，佢係自己收咗步先啦。但係就呃到韋利安喎，你以為我收步咩？我攬得翻個波，殺到入嚟，右腳去到邊線，諗住招出係嘛？咁佢年紀的而且確就大咗啦，咁但係你喺一隊波度做後備殺手，同你喺另一隊波度做主力嘅咁就，我諗起呢個波睇住啊，飛廉仔有冇得射到？都差唔多預備要出。係啊，都聽到好多話，哎呀死啦！今日講定要啦。先，仲有另外中音部分咧，好多時啲戰術啊，即係就係要靠佢翻譯翻俾啲馬仔我哋聽嘅。馬加雷拿俾到過嚟盧卡斯，佢大家冇推到落去，佢咁推㗎你。先，俾到過嚟伊高，盧卡斯下半場 set 咗幾球俾隊友㗎啦 ，set 俾你。熱刺翻贏啦，伊高放到過嚟，盧卡斯、菲列都喺度嘅，但係控後咗，尼高拉斯都上得嚟幫手。可能呢個就係佢考慮嘅嘢啦，咁樣咁。